手牵手，祈祷的手，手把手，祷告手。伫圣经中间，耶稣嘛安尼甲咱教示，讲一个人若有咧起厝，无算看卖到底会当起成，还是袂当起成。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，哪有一个人要盖房子而不测量看看到底能不能盖得成呢？是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啊，一生中我们实在是需要精算，我们需要目标一致。音乐牧师也常常在小时候过去，有时候目标确实一致，但好像后来又不能持久的。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吗？盖到一半盖不下去了，感觉被人家看笑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我们人的路总是有神的带领哦。音乐牧师曾经在读会计系的时候，立志要成为一个会计师，40岁的时候要考上会计师，但如今我是牧师，又不一样了。所以好不好？我们来分享感谢即便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不对的事，或者是我们的目标是被神来调整的，而神如今带领到今天的我来感谢。拜祷呢，我需要主来带领我目前的目标，特别是跟随神的目标，我怎么样能够一致跟对神紧紧的跟紧呢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，分享一件跟随主的经验哦。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在我们当中，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